而对台26条的措施当中，其中第14条讲台湾人会当伫中国驻外的这个大使馆寻求领事的保护甲协助，以及来申请到旅行证件。讲申请旅行证件这条，或是互旅游业者真害头哦，因为台湾的护照比中国的旅行签证好用太多了，根本就无需要透过中国来办理。无论是东南亚的泰国，也是日本的，只要连线假期，这些所在拢是旅游的首选。不过，到各国旅游难免拢有风险。中国提出的对台政策内面第14条针对旅游业，指出讲台湾人会当伫中国驻外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甲协助。不过，这条新措施，民众甲旅行社有无同的看法。不会去找他们啊，对吧？为什么？你担心什么？担心什么？进去就出不来。台湾护照去就是到别的国家，它的这个庇护是比较少的。然后在中国大陆这边呢，它的旅游庇护是比较多，算是不错的一个政策啦。中国佮针对开放台湾人办理旅行证件，但其实台湾的护照更较好用。台湾护照就很好用，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去了我们将近有140几个国家是免签的，没有必要就是中国大陆去申请这个部分。台湾护照好用度是全球31名，是超过中国71名。加上过去曾经有个人经过中亚旅游委托中国旅行社办理一次性的护照，面临陆委会注销国籍的可能性。看来新的优惠措施是否好用，也阁需要观察。